气魄十足的叫卖声，隐约感受出老板陈建文的兄弟愧靠。过去口袋里没有个5万不想出门的他，如今赚个5块10块就能让他很感恩，因为这都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。以前身上没有5万不出门啊，以前较袂晓想啊，拢歹叫弄动啊，即摆卖菜啊5块10块安尼赚足好啊。较早是做过啥物代志？就想会到拢做过啊，嘛浪费足久的时间啊。会从逞凶斗狠的兄弟郎改变成为脚踏实地的美菜郎，除了是因为家人的期望以外，另外一项助力就是受到圣巡堂金虎爷会神尊的感召所来，而且不止改变自己，周围的兄弟伴陈建文也希望一起将他们导回正途。就是因为虎爷会安尼看讲啊，做工嘛袂。这干嘛比佚佗较好安尼啊？周遭都是一些看到以前的自己啊，就教因卖菜啊，看因来做正途安尼啊。有看家己较早兄弟做伙来做安尼。嘛有啊，嘛是拢拐转来啊，歹囝拢拢对阮咧卖菜安尼啊。议员曾之杰某次跑摊时，看到陈建文在路边义卖，深入了解后，被陈建文他们的善行所感动。所以这次特别亲自到场协助义卖，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有爱心的朋友一起来关怀弱势。跑行程的时候路过，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这边卖菜，我觉得很特别，于是我停下来跟他们聊了一下，后来发现呢是有故事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，很值得被我们社会大众来了解、知道，然后再来肯定这些年轻人。在过去，我们金好的果菜行的建文老板呢，过去比较年少轻狂，但是他看他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所以他觉得他好像不应该再这么叛逆了，所以他决定来改变自己。那他也很成功的改变自己。那他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呢，他又发现，有很多少年跟他一样，也是这样血气方刚，比较叛逆一点，所以他就引导他们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金好果菜行。那金好果菜行里面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，那他们很正面，也很吃得了苦。在这个我们这个算是仁和路的路尾，这个金虎爷会门口，在不定期的呢，会在这边贩卖一些蔬菜水果。那他们贩卖的水果都非常的亲民，最主要他们是希望说，给社会大众一些正在叛逆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。现在流水团队，尤其这几年来，因为疫情，所以其实很多的协会、弱势的协会都有受到一些募款的冲击。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用各种的方式来关心他们。所以谢谢之杰今天把这个平台接起来。这次的义卖总共卖出18000多元，这些善款也将全数捐给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。陈建文说，青菜水果义卖的活动，未来他也会持续举办，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支持，一起关心弱势族群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